伫个高雄左营区这富邦喇叭底的工地呢，昨下晡熊有一块铁棒砖喷出来到这乌多摆的停车区，上无是影响到3台乌多摆。目前这市政府已经请土木技术工会呢派人去甲勘查，照这违反建筑法罚工地9万块，同时也要求全面停工。 我见人行道的乌多摆停车格，乌多摆是倒骨力台，这车顶头阁有嵌铁棒。有民众发现这铁棒是为对面当日施工的大楼飞落来的。有人亲目睭看到家己的车红掀海去，阁有人险险啊红掀到。他应该没有防护好啦，那个防护的那个网应该没有弄好。应该先调查一下，先看看怎么样，再继续施工吧。好，安全吧？对啊，高雄市民的安全最重要吧。 代志发生伫10日下晡，代志发生无偌久，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登去现场搬铁棒，第一时间市府请土木技术工会派人勘查，初步认定违反建筑法，罚9万块，而且勒令全面停工。那因确实违反建筑法第63条，本局即刻勒令停工，并裁罚新台币9万元整。 12透早登去事故现场，阁有红掀海去的车停伫停车格，市府嘛阁劳动检查一摆。工地负责人承认落落去的铁棒是工地内底物件，已经积极甲车主联络，佮讲会甲所有的赔偿责任打起来。不过高雄最近起罪案件是有够多，市府统计2024、2025年高雄建商新起的案件，甲实际开始动工的数量分别是153，还有168件。这些案件拢有赶工的压力，市府嘛要甲施工安全。 还有相关的保护各护案，避免造成人员伤亡。广视新闻王优婷、陈兴坤高雄报道。